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件事。民进党的立委林大华涉嫌诈领助理费、甲公益侵占罪，伊的小弟林大勇已经向受压禁见。检调昨是再度来搜索到甲林大华关系密切的通法师，嘛第二届来约谈到主持了后，甲申请受压。拄则3点开羁押庭，目前这个羁押庭还搁咧进行。讲上主要是要厘清这个主持是毋是有利用基金会协助暗砍人所寄付的政治现金来闪避监管。师傅有没有帮忙处理厂商的款项？有人甲扶咧，通法师主持释放地行路。正慢，23个第二摆行入高雄地检署，面对镜头拢无讲话。想不到这摆经过检方复审了后，今日透早3点半，随向法院申请受案。本署检察官于昨日执行搜索，并讯问涉案相关人员后，认为洪姓被告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随上，昨检调人员搁去到通法师所属召回真侪文件甲资料，并且传回主持甲市内几名出家人。因为检调怀疑讲，通法师的主持释放地，敢若是将本来应该依法申赔政治现金，透过林大华已经过身老爸林三郎的名义成立的基金会，稳重金流规避监管。头一波搜索约谈过了后，林大华的小弟甲地府甲会计分别以70万块甲60万块交保，当时释放地是以100万块交保。想不到讲，检方提出林大华的小弟煽动手机资料等等相关的事情了后。如果3人变成本案头一波被收押禁见的被告，今嘛检方阁将释放地申请收押，这个案情是愈来愈复杂。面对司法单位的侦办行动，林大华选区真侪名里长甲里民早起主动站出来，以行动表示支持。拢总24日超过一半以上的里长，因为大华平常时，伫阮对地方。服务建设啦，拢没有分男女的。那做唔甘啊，嘛替伊做可惜啦，系啦，是人误会啊，是安怎？我无了解安尼。这个案件检调继续咧侦办，有可能会搁第2摆约谈林大华。这个释放地的新亚庭、高雄地法院已经分案合议庭，详细看过了，下晡会开庭。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